咁我哋一齊舉起我哋嘅手，我哋一齊開聲用方言祈禱。方言禱告係引發，係搞動我哋裏邊，係讓聖靈咧嚟到去到咧灌滿喺我哋裏邊嘅一個好大嘅秘訣，讓聖靈嚟造就我哋，好唔好啊？或者有啲弟兄姊妹，你好耐，你雖然你經歷過聖靈充滿，但係好耐你都冇更新過，好耐咧，你好似念口簧咁，但係你好耐冇進深嗰個心地步。你唔好怕，嚟到前面，就算你信咗幾多年，呢個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嘅就係神啊，今日要嚟到澆灌喺我哋當中啊！佢要讓我哋經歷能力，經歷佢嘅同在，經歷佢嘅醫治，經歷佢嘅祝福，佢嚟到使用我哋。你哋節目開聲嘅祈禱，我想用方言祈禱，直至聖靈嚟充滿你為止。特別有啲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身體有疾病嘅，或者特別有需要嘅，無論喺經濟嘅事情、供應嘅事情上邊，你出嚟啊！我哋要為你祈禱。多啲主，多啲主，多啲主。再一次主，再一次主，多啲主，多啲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發覺你喺前面條路好似企咗喺十字路口，唔知點行，或者喺人生裏邊咧好多失望，好想再一次經歷一個可以從神嚟嘅一個嘅盼望，一個嘅期望，一個期待嘅，你嚟到前面，我哋要為你祈禱。當你踏出嚟行去前面嘅時候，你要有期望，或者喺座位上面嘅弟兄姊妹，你一路開聲去禱告嘅時候，方言禱告嘅時候，你有期望，期望就係再一次讓聖靈嘅觸摸喺你嘅生命嘅裏面，期望就係再一次讓聖靈嚟到充滿俾你。多啲主，讓我哋呼求你更大嘅澆灌喺我哋生命嘅裏面，讓我哋呼求你更大嘅澆灌，你嘅能力喺我哋生命嘅裏面。多啲主，多啲主，多啲主，哈利路亞。多啲主，多啲主，湧流，湧流，充滿喺我哋嘅裏面。
繼續帶住呢個期望，我哋繼續帶住呢個期望，主充滿我哋，聖靈充滿我哋，今日我哋要完全嘅被你充滿啊！主，哈利路亞。湧流，歡迎你！弟兄姊妹唔好錯過聖靈嘅活水江河喺我哋當中嘅裏面，江河活水要嚟飲嘅，去飲啦，去領受啦，去領受啦，去領受啦 ！Praise，多啲主，多啲主。